反中国大规模游行。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同时也是东突厥斯坦被中共政权被军事占领的日。这一天，海外维吾尔人在世界各国主要城市举行了游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略和高压政策。在伊斯坦布尔，数千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斯坦民间组织协会的组织下，聚集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前进行了和平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近来加大东突厥斯坦的高压严打，尤其是设立所谓教育转化营，非法拘押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示威者当天在中国驻土耳其总领事馆前高喊反华口号，并踩踏中国主席习近平头像。前一日，华盛顿、纽约和巴黎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活动。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反人类罪。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任意抓捕维吾尔人并进行政治灌输的同时，对外面的人实行严密监控。最近有报道称，当局对维吾尔男女进行强迫绝育手术。据说以前每天有100至150人进行结扎手术，现在由于大批维吾尔人员被关进集中营，每天只有10至15人进行手术。荷兰维吾尔幼儿园。随着9月21日在荷兰建立维吾尔文化和宣传中心，居住在该国的维吾尔儿童开始接受母语和历史课程。据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新开办的维吾尔母语幼儿园正式开学。印尼海啸死亡人数急增至1203人。印尼地震以及海啸造成严重伤亡，死亡人数急增至1203人。当局估计遇难人数将会高达数千人。总统佐科威多多昨日到重灾区帕路市视察救灾情况后指，救援遇到重重挑战，包括机场受损，区内7个发电厂中只有2个仍可运作。美军舰驶入南海海空两路，警告中国。9月30日，美国海军驱逐舰迪凯特号驶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水域。美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称，迪凯特号驶入南薰礁及赤瓜礁12海里内海域，两礁都属于中国控制的南沙群岛范围。五角大厦上周三9月26日才透露，美国 B-52轰炸机最近飞越过南海和东海。这次由海陆再向中国发出警告。